听台湾看世界，来看日本政府离今仔日召开的个员会议来确认，将要开始来处理福岛第一核电厂的废水。根据2021年4月提出的基本方针，日本政府希望把核废水经过处理、透价报价，一直符合到国家安全标准了后，再搁经过海底磅空排放到大海。目前按算的排放时间是2023年的春天。因为核废水的问题，可能会引发到外界的疑虑，而且会致使当地渔民遭受到损害。所以日本政府将要来启动一项新的基金，来支持渔民，将要用500亿的日票，大约是新台币117亿的预算，来支持担心权益受到损害的渔民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